大家好，我叫陳淑貞，我個組長伊索就叫我做姨仔，所以咧我啲組員都係跟佢叫我做姨仔。我以前咧從來冇聽過、冇接觸過耶穌。雖然我細個同阿媽去拜黃大仙，但我從來都唔覺得有神。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，冇做壞事，所以我唔覺得自己需要神。我退咗休之後，我朋友同埋家人介紹神俾我認識，我發覺神一直喺我身邊。起初我同朋友返教會就想了解咩叫信耶穌，我發覺每次都好開心，聽到好舒服，就咁咧我就返崇拜返咗2年，直到疫情結束啦。我冇返教會幾個月，但我心咧就好想返去嘅。最近我屋企嗰個教會喺樓下生命頌，好奇怪，突然間伊索就問我想唔想返教會，我就即刻應承佢，咁我就返咗生命頌差唔多1年。咁伊索就請我聽3福，呢啲係我第一次聽嘅福音。我發覺原來做好人好事唔代表冇罪，就算嬲人都係有罪。我覺得3福嘅內容好有道理，所以當時我就決志咗啦。之後我喺生命中有好多見證出現，我發覺神一直喺我身邊幫我。例如我屋企外牆水喉漏水，我從來都唔知。有一日突然間有師傅整好，有人通知我，原來隔離屋維修自己個水喉，師傅整錯咗我嗰條，因為我嗰條更加嚴重。以為係去整嗰條，咁鄰居俾咗錢，搭棚錢之後又唔肯收返，然後回想其實神透過不同人照顧我，引導我認識佢。我有一段經文想同大家分享，腓立比書4章19節，我的神必照他的榮耀豐富，在基督耶穌裏，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